家十八劇星。Hello，大家好，我係阿達。今日咧要講嘅就係時冠。時冠咧出咗張新嘅呢個超顯現，咁啊成 set 卡咧就基本上得呢一張有用嘅啫。好啦，咁我哋就講一講先。首先咧就係之前咧時冠係玩咧不斷去數對面卡啦，或者計自己卡去做嘢嘅。咁啊首先咧自己可以加一卡減一卡啦，因為呢一副 deck 成副 deck 好多都係一個顯現卡嚟嘅。咁唔係顯現卡 sorry， 好多係轉勝卡嚟嘅。咁轉勝卡咧好多時咧因為佢係前期出啊，好多時都綁呢個 counter 數。咁咧佢 counter 數咧通常都係3以下，啲細怪通常係3以下，大嘅咧就可以5或者1以下。咁但係始終咧都會驚爆卡嘅，咁所以咧呢副嘢咧係會去做一個減卡去做嘢嘅。咁另外咧就係抽一跌一，咁跌咗嘅嘢咧可以進行顯現或者係召喚或者係配置嘅。呢個效果咧就非常之靈活，咁啊令到呢副嘢可以喺攻擊階段嘅時候跳怪出嚟啦，或者係拍啲地出嚟都仲得嘅。咁啊下面效果自己互相攻擊階段啦，自己有嘢召喚啦或者轉繩嘅時候咧就可以回復，係啦就可以回復一個嘅。咁啊呢啲效果就可以令到呢副嘢多少少打點。咁啊防守嚟講，你其實一啲怪其實都唔係好重要啫。係咁啊，我哋就講一講。咁啊之前咧仲有啲咩玩法咧？就係透過佢啦，去減對手卡啦，同埋就係咧令到自己嘅轉繩後 spirit 變自己轉繩後嘅東西咧變翻做轉繩前咧，咁咧佢就可以咧令到對手下一個 turn 唔俾開嘅。咁啊唔俾開 turn呢啲效果咧，其實就非常之即係算狗啊！雖然佢綁 flash，但係咧呢啲效果都係好正嘅。咁啊令到呢副嘢真係有個即係操控時間嘅感覺啊！又減你卡，又唔俾你開 turn，永遠都係自己咁樣。咁啊仲有一個就係今次新嘅時冠之時。咁啊呢張效果咧，首先就係超顯現啦，可以喺3番嘅時候咧回蘇，然之後去召喚出嚟嘅。咁呢張卡咧，首先就係可以有一個防守效果，真係估唔到，估都估唔到呢啲防守效果咁鬼威機。你要打我血嘅話咧，必須要喺你嘅預備區俾2蚊落份先可以扣血嘅。咁去到3卡嘅時候咧，呢副嘢就有一個終極防守，超惡。咁啊另外就係咧做完呢啲效果啦，咁啊自己嘅時冠轉升前嘅 Spirit Nexus 或者係創界石 Nexus 咧，合計2張可以直接反轉嘅。咁啊呢啲反轉效果咧就可以令到本身呢副嘢係需要一啲條件性先可以做到轉繩嘅卡咧，直接無需要條件喺自己嘅兵階，因為佢兵階可以照出嚟，或者喺對手嘅攻階度就可以，我都唔使一定對手攻階，因為你自己攻擊階段都可以透過佢去做顯現，咁所以咧就非常之靈活咁樣可以令到自己嘅卡咧轉繩。呢副嘢打法通常咧會係配合咧以前嘅呢2款卡進行轉繩嘅，一個咧就可以令到對手嘅兵階冇咗啦，另一個咧就可以令到對手咧冇咗個神地啦，同埋就係可以打嘅時候穿血。咁呢啲效果咧都係好強力嘅。咁我哋就試一試先。好，咁就係呢個雷姆 VS 呢個時冠包剪揼，選擇先攻，所以2蚊神個6、3、6、4。咁啊神塔碌到呢個嘅話咧，可以加豬同埋就係上手嘅。咁啊神塔對住1個，呢個先。呢個效果，自己所有雷姆輕減多個嘅，咁啊召喚咗雷姆嘅 spirit 嘅時候可以加2卡。set 低個牌。就係1蚊地卡，3蚊女，冇嘢做到你。估下咩？我2粒再加 return 多2粒。係啊，時空之門落咗去啦。即係我淨係 care 你有冇呢個顯現嘅，你咁樣打法真係冇啦。你估下set 低，咁就 game step，即翻 return 到。哇，收牌。咁就呢個召喚，咁啊呢個效果加多一個輕減俾佢，咁啊4蚊3輕減，1蚊召喚。
咁啊加兩卡同埋神法嘅。呢個效果召喚嘅時候咧，份裡面嘅一張類帽可以入手嘅。咁啊加卡提示呢個1蚊召喚出嚟，卡書同埋抽力嘅。試下睇到 Kings Command 啊，有冇差？冇嘢做，再收緊啲先。之後俾埋錢啦，今個星期有4樓上嘅唔俾打。係4樓上唔俾打，咁啊都冇所謂嘅，1蚊咁照呢個兩卡。咁啊諗一諗先，攻防分配係咪咯？攻擊階段，咁就呢個打嘅時候，推會同你自己嘅呢個雷姆打嘅時候咧，實際上加豬嘅。呢個效果得第7，你嘅零頭。跟住3加1，雙撳1，抌出嚟嘅時換嘢可以顯現召回配置嘅。冇問題。神地喎！入頂啦！仲有做？暫時冇做。打有冇嘢做？冇得再加注啦。係啊，冇得再加。冇嘢做，冇做。冇嘢做。到呢個打，你做？冇嘢做。做。過翻嚟。先 step 執翻呢個咧。冇問題。OK，終於度過咗呢個最危險嘅時間。手術期啊！冇計啦，你咁樣。試下講啦，打低你3個。係。藍色我仲未死。一個時控上手，嚟翻得底。有冇爆裂？冇嘢做住。夠神喎！克羅斯，神多3個。3個，一兩個神偷。之後雙幫自己卡埋。合理。接下來就效果衰2個，跟住底區1時冠地可以唔使錢飛。好吸引喎！咁飛到嘅話5費留下一個炸。3連陣。都預咗呢3連陣炸。光爆，隨見我。冇嘢做住。OK。抽3抌3，之後喺破位之前，如果將廢區3個時段翻的底嘅話，改為抌少1嘅。翻落呢個。係。好，呢個就翻。多一陣。我跌2個。係。哇！件齊晒咁滯咯喎。都咁講。好，公交開始。諗緊，有冇提示咧？冇提示住。一除。咁就先嚟個對手打後咯，對手打後係。咁我呢張嘢唔使俾錢就會出嚟。呢個 turn 期間對手一隻 Spirit Ultimate 指定係零飛嘅。指定呢個嚟嘅。OK。防守方嚟講，暫時冇住。
特技喂神技三中間藍不色轉醒前照女反，係就坑加一轉醒時效果，無視悲苦級數踩6費，合計6費喎，咁樣樣。冇問題。咁啊一炸到嘅話咧，可以撥一粒落呢個 spirit 度，就 release 到你 push。咁樣嘅話，要再諗啊，sorry，啱啱提示漏咗加2坑落嚟。哦。因為你都做呢個位，你任換嘅喎。同埋可以解一隻，冇安全嘅。會做住。第一個啊，弗洛洛斯強擊，坑加一，再揼一，係。揼出嚟嘅嘢可以召喚顯現或者配置嘅，咁啊冇諗啊，都應該做呢個先。一定啦。咁就創界石效果，聽一次時冠嘢落海嘅時候再用。冇問題。防穿樂，咦，防穿啊，sorry啊，有啲過分。擺豬上嚟。係喂，自己互相攻擊階段時冠嘢落海嘅時候可以夾直翻隻 spirit 嘅。冇問題。咁啊，我嘅領導開咗件衫，之後 game 期間呢一張嘢唔俾着功課嘅。就創界神克羅洛斯另一招神技，聽一次翻3張時冠牌落的底位，就係你最低分。係。呢個一個當2個。明白。跟住4費俾人翻得底嘅時候咧，可以發動效果，唔使錢 set 做 mirage，並且除咗做嘢俾佢。冇提示住嘅。第2個係。坑加一，差揼一，揼出嚟嘅可以召喚或者係。咦，果然係咁啦。召喚效果。sorry，冇問題。從空間坐豬落1 pair 時冠嘅咯。咁啊，你 flash。等陣先。哦，你做嘅。係，我會做嘅。2蚊，指定對手1隻未大嘅。OK。咁就分勝負啦。顯現時效果，解放2，炸最高冇炸，咁啊將你減到 C。繼續。冇人過啊！冇嘢做。打，再次解放2，再次將你減到 C，撳翻落升 C。冇嘢做住。冇嘢做就出招。Kizuna Busto，炸你最皮。冇問題。冇嘢做。咁啊，冇嘢做。Another step。去 return 防守牌，到你。call 抽牌，回覆主要階段。咁啊，呢個效果召喚都冇乜所謂，你有冇效果都。你召喚嘅時候10盒，同埋之後就加2張。召喚嘅時候，行裏面合計1張雷姆同埋呢個神區上手嘅。咁啊，對手有嘢唔俾攻防的時候咧，就可以執多1個咁嘅。執呢個好冇咧？算啦，執呢2個。抽牌
斷嗰啲搓牌斷。係啊，而家斷搓牌有啲辛苦喎，定係照要搓牌咧？硬要咧？唉，硬要搓牌，我相信自己手氣好，可以抽到寶，set 得搞掂。區階段不推階段開始。睇晒我注落去先。區階段。時空之門效果，第區兩個時半翻的底。咁啊，今個推期間你每下進攻有預備區俾一蚊先俾打。哎呀，好頭痛啊！呢個位打嘅時候俾乜？咁啊，爆裂發動嘅，自己 set 低咗呢張卡嘅set 低嘅呢張卡，當自己雷姆嘅 spirit 打嘅時候，卡我自己場可以直接發動。咁樣照，同埋一張變靈標嘅，咁啊呢個變靈標咯。OK。新頭同埋加兩卡，你嘅靈動。佢嘅係減至一絲，收到。開始俾人控死啦呢個位，亂咁嚟啦開始。哇串嘴添啊！跌啲咁嘅嘢，防止都唔使跌啊呢個位。咁就召喚師有幾條 text 嘅，最重要都係再等意思定係 key。可以等意思啦，梗係。再等意思。哎呀，之後 key 過。冇問題。當中一個藍轉醒或者係克羅洛斯美開始先。多的士克林斯。哇！叫呢個又搞個卡啦，咁過分嘅。奇翻嚟睇。係。咦？唔係可以數落份嘅咩？我係數呢兩份，數一個。就快到你排嘅東西咯。好， OK 就新頭。解封。好，咁啊，呢個效果，一直呢個。係。有冇 push？咁樣啊，都要照做嘅。趁仲有卡，先回收數字先，喺預備區俾數做。咁啊，自己雷姆嘅 spirit 係啦，回咗上去就可以開黃綠石果，回復呢四嘢。冇嘢做住都係。咩接力？冇嘢做。冇嘢做。爆炸。咁打嗰個。打嘅時候，咁啊2蚊，然之後對手指定5隻合計唔俾攻防嘅。睇個份先，就算出血都係冇意思喎，減一個，仲要直接 end step 添喎，冇辦法。繼續啊！但係佢必穿㗎，唔係必穿。佢唔係必穿嘅，哦我 carry 嚟嘅。好。你企多一隻掛就穿上嚟。咁啊。咁啊。出招。係。時空戰士就超顯然大包收咗嚟嘅。係。我呢塊加2粒啦。係。顯現時咁啊，最多2張 A 面嘢可以累犯，咁啊只有呢張嘅。係。由你選擇，如果唔等魔法嘅話，破氣俾我破壞你，成台都冇事盤嘅。清楚。好。冇啊，俾你紅線啊。OK。咁啊變咗做張地啦，唔就係唔俾打嘅怪。冇乜特別。咁我做埋第2個，減翻自己1絲嘅。稍等啊。好，係時候啦。哦。照時候咯，歐文得邊3個，一個小龍上手，其餘都係。繼續啊！
OK，哇，哦，好，最殘酷嘅一招，哎呀，蚊街轉，冇錯，3蚊。召喚師效果，最多2張 A 面嘅呢、好似最多2張 A 面嘅士冠嘢可以女反1號。係1號女版試效果，炸你一個冇起環參加晒，之後加價。另一個2號唔俾開蚊係 set，唔係呢個唔使？我唔使啊。我啱先係咪？啱先係咪你 target 咗一隻啫， target 咗一隻 target 呢個唔使 target 呢個啦。啊係要喎。 target 呢個，公家開始冇提示，可以走得嘅。誒呢個都正常係工具人嚟嘅，呢個都係工具人嚟嘅，冇用嘅發咗期，呢啲未發期。好，攻擊家電。冇提示，想有都冇啦，不能擁有冇。打封住你爆裂效果咁樣穿兩塊嘢。呢個係錯誤習慣嚟嘅，應該開咗呢個先。係啊，我有 magic 係啦，廢區3個士冠翻得底，咁啊打緊其他唔俾開魔法嘅。咁啊呢個1個當2個嘅。係。好，穿兩嚿嘢俾佢。冇嘢做。溝線轉成。唉，蚊街都冇埋。係啊。就廢區3個藍黑色士冠除外嘅話 ，skip 你下個兵界嘅。你都未得㗎。1、2、3 ，OK。冇冇嘢做。冇嘢做。冇啊，真係冇辦法。好，咁啊你呢個士冠打顏色藍色白，選擇先鋒。照呢個3蚊，一面上面開5個，當中咧。朱拉諾士同埋呢一個士冠嘅轉性卡可以入手，哇！克羅洛斯仲正啊，克羅洛斯轉性卡都係中嘅，一個。係啦，諗緊邊個有用啲咧？呢、個時間呢、個其他分你睇。好1蚊，配置神地碌3個的。信託俾咗2個嘅，咁就冇乜特別啦到你。都未有錯。咦？佢有幾細撈死啊！冇乜1個中白神星可以即刻唔使錢照。係。好想試。照身到你。唔錯。哇！收埋。2蚊正嘅。我唔試。照射神託，照射嗰啲圈開5個，當中克羅洛斯嘅一張。哇！呢個險中可以寫低嘅。咁啊，呢一個克羅洛斯臨緊入手咯。咁啊，士冠轉性卡呢啲唔好理啦。抌1個落去，抌孖地嚟嘅，可以唔抌嘅。可以抌。可以。哎呀，要唔要好咧？可以。算啦，唔要啦，擺度咯，即係跟進我。自己以前開呢個先。中咗翻先。3個。哇，靚！神託。一召喚成個都變翻3個嘅。咁啊，當中克羅洛斯一張，同埋呢個或者呢個，一張入手啫，士冠嘅咁緊，呢個入手好啲嘅。但係呢個時間好似要呢隻好啲喎，想要呢隻多啲喎呢個時間。要你咧？其他翻你底，呢個又翻你底，慘啊！呢個大，你嚟。冇。好，咁啊，計技生加卡，然之後抽一跌1嘅，先跌咗個部署先，你嚟到。冇。
加卡抽一跌一。今次呢個嘅時候咧，可以直接配置嘅，得成配置成頭，係啦，就係咁多啫，過身啦。好安全啊！呢個都唔使死住嘅㗎。係，手牌一個六一兩戶，係。月光海前魔法。嗯。冇包落嚟救出嚟啦，開呢個嘅批人。咁先先。好啦。哇！要十嘅召喚嘅時候咧，廢墟嘅光之神劍跟上。呢個先最重要，因為之後一個大樣死裂。哇！犀利，好惡。狂召風惡，其實根本牽唔到任何波瀾。好，咁呢個效果，自己墳頭裡面嘅兩張嘅呢個事故翻低底，咁啊對手咧要俾預備區俾1蚊先可以打嘅。咁呢個效果擺落去自己嘅低底嘅時候，可以將回同名變成呢個 set 低面加傳。咁 set 低嗰張要上手，然之後空間差咗嚟預備區嘅。試下咯，打唔打？焗住要打武器，打1蚊。係嘅。咁啊呢個時候對手打過嚟之後，先開爆力先，抽3，唔係 sorry，唔係抽3，開3個。哇！當抽一張轉正卡入手嘅。咁啊，其他就係仲有邊嘅？翻低底，而家翻低底嘅。搞錯啊你，翻低底。哎呀，我想要喎呢張。好，咁就最後就係自己3分地卡，唔需要俾錢可以配置嘅，就係你啦，藍世界。咁配置時效果對手神秘所有珠花空間的。我係做。先攞個支針就做。係。咁啊，我呢邊就真係渣啦，真係唔要啦。做藍世界，我係做。我係做。光神劍，手牌個綠的打要。有咩即刻唔要啊？能夠唔要就唔要啦。靚。我係做。我係做。哇！抽牌。主要階段先嚟多一個神先啦。點啊？咁啊，配置呢個時半創嘅時半地嘅神托。換嘅時候咧，墳裏即係面粉2個。咁啊，之後墳裏面1張。係咯。咁啊，自己時半嘅地卡1張可以唔使錢批出。呢個先。唔係喎，我發現咗我未夠呢個喎。大佬樂師。係，大佬樂師唔見咗。咁啊，之後5分流牌就炸開嘅。5分流牌就炸開。咁然之後呢個神秘配置嘅時候，神湯碌3個。2號機都出埋嚟。1粒。咁就好，咁啊，召埋呢個先啦。召呢個。召喚時候，嗰底面上面開3個，當中創界神克羅洛斯同埋呢一個哇，又要選擇喎呢個時候。係，我都覺得係。唉，要啦，呢個位都冇得揀字啦。咁啊，其他咧就翻低底。又係你 Kizuna Return，你幾時落墳啊？空間開始，呢個揀你嘅。呢個。先上到3番先，咁啊抽1跌1，跌呢個嘅，咁啊跌呢個嘅時候可以俾1蚊配置，配置是神托，有冇嚟到？咁就第2個啦，加坑，之後抽1跌1，跌呢個，咁啊跌佢嘅時候咧可以變成直接轉醒，或者唔係直接顯現嘅，顯現，哇咁〜神托，1、2、3、
先撳你兩 C 先，係啦，揀翻一卡，之後抽一 D 一。唉，終於到啦，保育院，你啦。好，咁啊冇嘢做住。Asset 一個回收上手嘅，咁啊擺翻份另一豬落預備區度嚟。永遠都係呢五滴。揸線五滴係永遠自己調控五滴。係啦，呢五滴已經熟㗎啦，已經係熟面孔嚟㗎。我而家只需要咧將呢啲咧有用嘅東西拎翻出嚟睇睇先。都開始試，咁啊呢個先，兩個都平時㗎啦。呢一個首先將呢兩張下翻地底嘅，咁啊呢個翻地底，呢個效果自己咧俾自己效果翻地底嘅時候可以換微拉傳，然之後空間差咗落自己預備區，set 低嗰張上手。咁啊另一個效果，好咁啊選擇揀1、揀2翻地底。咁啊對手呢個 turn 咧要打過嚟嘅時候，預備區要俾2蚊。好，咁啊，擴抽牌，恢復，要佢咩喎？神頭3蚊，召喚呢個。召喚嘅時候咧，自己可以揀類反嘅，咁選擇類反一隻，夠啦，呢隻就夠啦，呢隻就夠晒數。佢類反係冇得回數嘅，好可惜啊！女反呢個，女反嘅時候先加卡，咁啊會有喜愛嘅對手神秘炸開，咁啊選擇呢一個打開。好，咁就開階段，呢個抽過嚟先。對手最好似要自己減2卡喎啲喎，呢個炸開，咁啊自己減2卡。令到時間。Silent Lock 幫劇神交豬。之後如果冇合體嘢打緊嘅話，就即刻做呢個。好對。咁開始，咁啊數翻1張、2張、3張、4張翻啲底先。咁之後咧，對手要俾2豬先可以打嘅。我得。哦，抽1。主要階段。好。咁啊，該階段呢個打嘅時候，對手生命值2豬翻去預備區嘅。需要4。係啦，有冇提示？對手手牌有提示嘅時候，唔係我係使用嚟喎 ，sorry。即係注意個手牌咧，呢個係咪手牌使用？係。咁啊，對手使用嘅時候，自己藍色色多拿翻落嚟，首先食物係有嘅。就先連呢個。冇問題。咁啊，你先。就
時成功。之後開呢個契約嗯，嘅，好大，上手，之後睇佢啲魔法術。係。咁啊呢個時候街坑，然之後手牌抽一跌一嘅，跌呢個，跌呢個就俾1蚊啦。咁啊跌咗佢嘅時候咧，就會令到首先係啦，之後就會用佢效果自己將spirit 回復嘅，咁啊回復佢。我係完全咁啊呢個效果最高 cost 最低 cost 嘅對手 spirit 一直破壞，咁啊分你3張得翻1。呢個係個大兩角。白色離場嘅時候，鋪翻咗上面啊。另一個包啲包嚟喎，係。之後還翻咗磅上，哦。係 fish。咁呢個神技3，藍一色嘅轉醒前 spirit 變成轉醒後直接。咁啊轉醒。係啊。咁啊轉醒嘅時候咧，呢個效果可以回復翻自己隻 spirit 嘅。咁呢個效果先加減先，7分樓下嘅對手一隻炸開，然之後 Mirage 喺度嘅話就變成無視 Brave 虎炸3隻7分樓下嘅呢3隻。哇！咁啊呢個局主要開嘅。月華龍效果，神星俾人破壞嘅時候，咁知嘅，之後喪咗佢嘅士兵可以回復狀態，留在場上。係。並且佢回復力重優。冇計。死亡時諗緊係個大個門友先，咁就睇下幾時死。就開呢個嘅上手就落嘅。喺呢個防禦防方靈動死完之後。係。之後就馬度。冇事。跟住公開力。暫時未有住。臉蘇光神龍顯現。跟住由我將你一隻翻釘打你燒龍。燒。唉，對我對落。OK。我中意比較好嘅時間。好嘅。咁啊，到你。生命嘅報酬。光神龍打先，之後一對一張白費龍，之後攞藍色嘅。佢2蚊。咁啊，呢個時候先做呢一個啦。你唔係衰啊！先做呢個，望一望自己底面先。選擇要啊，呢個要打翻嚟。幾靈動？咁啊，減至1卡。然後底面抽一跌1嘅，跌呢個1蚊變錢，好似事實啦。加字係。你可以接埋先，有啲8000接埋先，再抌出嚟再夾錢，我覺得勁難受。唔使啦，都唔會打係嘅嘛。呢個入血都冇所謂喎。抌一個，咁選擇抌呢個。抌佢嘅時候可以直接顯現嘅。
算啦，減你兩卡。咁啊，神託同埋解封。咁啊，呢個效果抽2跌2嘅，跌翻兩個呢啲先。趁呢個時候走一走啊！你嚟㗎？冇。我唔應該俾你死嘅，你死係你嚟㗎？冇。定呢張死？呢張乜死？呢個左檔有冇做？sorry，我先，我先，揀咩卡？抽一條啊，2蚊照食，乜事？召喚嘅時候 ，Demi 上面粉2張，之後份面嘅一張時換地卡可以配置壁。時換地卡選擇攞多張之後啦。神託2次嘅，咁啊解封亦都係2次嘅。你明唔明？咁可以左開到唔係必拆㗎，唔係必拆嘅 d e k i l 就呢個神奇心，攞住開神。我睇呢個時候都冇乜特別。你2分一下，打上我的第8分。係。有著嘅，左檔有冇做？咁左檔我嚟到，你輕輕睇睇你擺翻上呢邊，之後呢個落白，有冇做？冇做就死㗎你隻，死嘅時候轉成。咁啊，無視悲苦 cost 數，中意炸幾多就炸幾多，咁冇乜特別嘅。咁啊，轉升嘅時候咧，發揮呢個效果，自分隻 spirit 回復嘅，呢個好簡單，冇乜特別，唔炸你嘅，唔炸你嘅。就啱俾2蚊，大網2，冇嘢做，選擇生命炸嘅。到你。哇！抽牌，回復。不過可以揀全4蚊正，神託3蚊照呢個神託係唔緊要。之後召喚時候自己2張嘅轉升前嘅東西可以轉成1個、2個。呢2張轉成時換 spirit 卡可以除外，然後咧就對手唔俾行命界嘅，呢3張除外。啱啱嗰2下轉成咧都係可以加卡嘅，搞錯唔想加卡嘅。好就係咁樣。好，冇嘢做，過身到嚟。好，回復公街。咁啊，呢2個效果，首先咧，將1張、2張攝翻喺底。咁呢張攝翻喺底嘅時候，用手擺位，睇下，插住，跟住呢個翻喺底。咁對手要俾1蚊先拿得，咁到另一個1張同埋2張翻喺底。仲要俾多1蚊先有得，先係。唔係更加唔好睇。就靈動時間呢個先，減至1間，之後抽1跌1，先1跌呢個，咁我跌呢個嘅時候俾2蚊。
召喚時效果 deck 面上面開5個，當中克羅洛斯一張或者係一張時冠卡轉性卡可以入手，咁啊呢個入手。其他揀2張擺落份，跟住之後其他翻去第二。咁啊召喚咗嘅時候咧，成功。哇！超越歌手就對面超越 RT 全部翻得喺呢個效果發揮之後，如果有嘢留低嘅話，即刻送回本最大嘅動格。照扭橫呢個穿項全部翻得底。咁啊次序重唔重要？最可能真係快啲翻得底咯。最低嗰啲就係10蚊。咁啊流動時間。呢個最痛。係啊，呢個轉成今日回歸。先。OK，呢就係打。哦，冇嘢有格嘅，2蚊。對手4分以上唔會再打。有冇做？我冇做。1打。轉唔轉成第3塊？誒，俾你打埋啦，冇所謂。打埋啦，我冇掟咁啊！呢個份裏面3個，試翻啲底1，呢個落2隻，2 ，OK， 最低費擲開。唔係喎，擲開啱，佢冇住啦已經。係，請做，有冇嘢做？冇。冇做，外槍，過槍。好，咁呢一個咧就係今次嘅時冠。今次嘅時冠其實咧有咗呢個超顯現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強化。首先佢咧已經係有一個直接轉星效果啦。呢副嘢最驚咧就係自己啲轉星時點咧掌握唔到。咁啊以前咧分分鐘就因為掌握唔到時點咧，所以時空龍都未必打嘅。但係今次咧可以喺冥街召喚，透過召喚佢咧都已經可以做到任何嘅時點推出嚟嘅，所以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啊，另外就係佢有一個好強嘅防守能力啦，對手預備區要俾2蚊落份先可以扣到自己血，無論係穿血啦，或者係直接打血，都係可以俾佢守住嘅。咁啊，呢啲效果已經令到呢副嘢係有一個鐵壁嘅防守嘅。邊有人咁多錢買預備區？講真，就算你有咁多錢啊，你每一下打都要俾1蚊，都可以好痛。咁啊，另外咧就會有一款卡可以做到咧，喺份裏邊啦呢張嘢，直接有呢個穿血嘅抗性啦，可以減1嘅穿血，而且咧就可以令到對手咧嗰個 step 完結嘅。咁攻擊階段一穿你血咧，你就即刻 cut 佢 step。除非你穿到5、6血啦，唔係嘅話好難過。係咁啊，呢一副嘢整體咧就會係一個以比較拖嘅做一個節奏嘅。咁啊，主要係打斷對手嘅節奏係重點啲。咁所以咧，你會見到打咗好多阻礙對手嘅卡啦。首先就係呢個藍世界啦，另外就係一啲防止，同埋就係呢個帝王命令啦、暴雪啦呢啲。咁啊呢一張咧，因為呢副嘢係玩轉性嘅，所以呢一張咧就算西低爆裂咧，都已經有一個好強嘅作用。另外就係呢副嘢咧係一副藍色嘅嚟嘅，即係咧冇得炸地卡，咁所以佢喺度咧分分鐘可以做到啲奇怪嘅炸地卡效果。咁啊，另外就係全部都係運轉嘅卡。喺個墳裏面呢張 key 卡啦，喺個墳裏面可以 set 低嘅時候就插珠啦，一個資源好強嘅，同埋就可以增加翻手牌。咁啊，任跌呢張嘢唔嬲。另外咧就係呢2款 C 卡啦。咁啊，首先呢一張咧係會攝翻 deck 底嘅，呢張 C 卡係舊嗰張，所以咧就冇咁強。但係咧佢自己喺墳裏面咧可以當2張作為一個對象可以翻 deck 底。咁啊呢個效果已經係值得值回票價。另外就係一個好少可有嘅時冠嘅一個 C 卡。咁另外呢一款咧就係上次即係呢一個 block 出嘅 C 卡。咁呢個效果就會再強啲。首先就可以揀啦，首先就係有5個開啦，跟住之後可以揀2張翻落份嘅。咁啊另外就係1張入手啦，呢啲就係勁嘅。咁啊另外呢一副 deck 咧會好得意嘅，好多時都係綁名去上手嘅。呢個係綁克羅羅斯上手啦，同埋呢個時冠轉性卡。咁啊呢副嘢咧，除咗個神之外咧，其實好多都有呢個冇有好多都係有克羅羅斯嘅。咁啊呢2款啦。
咁啊令到咧佢哋嘅大怪基本上好容易就上手，唔使綁咩上帝王啊之類嘅東西。咁啊，另外就係呢副嘢好玩嘅地方就係佢對於呢個防守嚟講都好多嘅變數嘅，無論係少少即係軟性防守啦、少少阻礙啦，或者係一啲好硬嘅防守咧，其實啲副德都可以做到嘅。直接對手一打過嚟，直接咧就可以開一個 flash，直接顯呢張出嚟咧，對手就已經冇得扣你血咁滯啦。咁啊，整體嚟講，一副比較慢嘅節奏嘅 deck 嚟嘅。最驚就係打運動啲，可以鎖 cost 數，鎖 cost 數就冇辦法啦，真係過唔到。歐粉，仲有歐粉係啊，仲有風粉係啊，係啊，係呢副嘢都驚歐粉啊，因為你所有嘢都會翻 deck 底，成個份都係等於手牌。咁啊，下彈見到絕風魔神就想喊，算啦，唔緊要，唔緊要。咁啊，都係一副幾好玩嘅 deck 嚟嘅。咁啊，趁呢個時候，絕風魔神未出，其實再玩多陣。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